台南唔僅是文化的古都，甲着半導體的重鎮，現在將轉型為南方財富管理的門戶，成為高雄以後第二個規劃成立金融專區的縣市。初步以着中西區甲着安平區作為示範的據點，推動法規的商討，甲着高階理財的工具示範，希望吸引高資產族群資金的回流，投資台南。資金活水的整個匯集在金融特區，可以來支援我們台南市各項的產業跟公共建設的發展，好，成為我們台南經濟發展的動能，創造我們市民的就業機會，讓台南市的經濟可以更加的發展。那所以綜合剛剛所述，我們會在市長、副市長以及我們局長的帶領之下，我們會努力的來籌設這個台南金融特區，在最快的速度裡面把它完成，以及完成相關的行政措施。我想台南值得各位金融業界的先進來投資，讓我們一起讓台南更加的繁榮。台南金融特區的優勢唔定向前境內關外新的啟動，嘛要幫助串聯港灣的開發，甲着產業園區，提供金融機構甲着跨境服務所需要的完整環境。今年2026年也是一個很好的開端吶哈，大家都講說丙火年那個火旺嘛哈，火旺的話就是帶來咱的金水啦哈，就是說有這個金啊水啦哈，這些東西都是代表財富。那這個財富呢，加上我們今天公布的這個最好的消息，我想可以帶動一波我們在金融產業管理上面的一個非常新的一個方式。這些放在民間的錢，我們怎麼樣好好的給它管理？尤其包括我們在台南有很多義載會啦，好，有很多家族企業，他們也開始遇到了這個家族企業必須要去經營它的這個財富，或者是它未來的一些布局。我想這個對於我們金融機構來講，都是一個很好的服務跟一個很好未來的一個方向。那除了這些之外，我們大概未來在這個區域裡面也可以有創投的這個加入。那這個創投的加入可以帶動我們很多新創公司，或者是政府可以給予這個所謂的第一桶金、天使基金等等這些的引入。我想在這個地方有無限的可能性。台南金融特區目前已經得到金管會支持來設置，希望幫助國內外資金回流台南，並且加科技的產業、利林建設、甲着長照的政策等來串聯，透過專業的金融工具、甲着私募投資的機制，協助國際資本甲着台南產業來對接，讓資金留在台南，為地方的發展注入長期的動力。台南新聞李英根採訪報道。